唔知大家壓力大嘅時候會做啲咩呢？聽音樂、深呼吸，定係做下運動咁呢？音樂就聽得多啦，不過音樂呼吸你又有冇聽過？音樂呼吸係一種結合音樂同呼吸調節嘅心理療法，透過柔和嘅旋律配合呼吸去幫助鬆弛神經，調整身心靈去洞察潛意識上嘅認知，從而達到自我放鬆。唔講唔知，呢種方法對我哋身體都有唔少好處㗎。呢種療法可以幫我哋減輕身體嘅痛楚、降血壓、增強血管功能，從而去改善心血管健康。除此之外，仲可以令到我哋嘅大腦釋放多巴胺去減輕壓力，令到我哋覺得開心，仲可以加強記憶力同埋改善認知添。最後，呢種療法仲可以幫我哋改善睡眠品質，瞓得好啲。而家快啲嚟掃右邊呢個 QR code 報名啦！完成所有課程同問卷，仲可以攞到飲品優惠券添。希望到時見到大家啦！